要搜寻歌曲了，在自己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，把这个歌曲的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号哦。把它发布以后就有超连接功能哦。现在要点按超连接了，选第32项，明天会更好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影片资料库目录 ，YouTube 帮忙完成了。你看，内容丰富啊，那宝贵的资源要善加使用爱惜。来，怎么加入自己的播放清单呢？在影片画面，像第一个做例子，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有没有？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来第二项，然后来勾选，等它选单等它出现选单以后勾选，然后按完成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哦。